我點都估唔到，原來電飯煲焗出嚟嘅馬拉糕咁正嘅喎，唔單止蓬鬆香軟，而且仲多咗啲蛋糕底嘅焦香，全家食到讚不絕口啊！做法仲超簡單添，廚房小白都可以輕鬆搞掂。中意嘅姊妹們收藏起身，慢慢睇啦。因為全家都中意食，早2日又落單咗10包呢個馬拉糕專用粉，佢裏邊已經配好咗麵粉同木薯澱粉嘅比例。連紅糖同酵母都配好晒，唔使自己去市場逐樣質咁麻煩。唔知你會唔會同我咁呢？遇咗啲做法簡單，整出嚟又個個都話好食嘅時候，就會越整越上癮嘅喎。我呢度落咗2包粉，就配360毫升嘅純牛奶。屋企冇純牛奶嘅話呢，你用清水都一樣噶。用牛奶整出嚟呢，個口感就相對香濃啲。將佢哋全部撩勻勻之後，過一過篩，加下啲天時，冚蓋室溫發酵佢30-40分鐘到。發酵好之後，每包粉加返1匙羹嘅食用油，我呢度2包粉就加2匙羹，重新攪拌排氣。呢一步攪拌得越勻勻呢，一陣間蒸出嚟嘅糕體就會越綿密噶。盡量用細啲嘅電飯煲，唔至於個底糕蒸出嚟太薄，冇乜嚼口。喺底部同埋四周掃一層油，防止黐底。攞高少少，倒入啲粉漿，輕輕揼佢幾下，揼出啲大氣泡。電飯煲唔需要提前預熱噶。擺入去撳個煮飯掣，咁就搞掂噶啦。稍為冇咁辣手，倒轉個煲底就可以輕鬆脫模，係咪超簡單呢？呢包粉我覺得佢調得啱啱好，甜度適中，蓬鬆香軟，最緊要係唔使自己記配方，做法超簡單方便。講得咁詳細都睇到呢度咯，點個讚鼓勵下，你都嚟試下啦。